開大喇叭。好啦，翻到嚟呢一節咧，我哋就一齊咧要了解下 Marco 咧佢個而家個擇偶條件係點樣啦。因為經歷過咁長時間嘅苦戀，又飛嚟飛去，多多少少都有啲陰影嘅。7年啊，真係7年之癢啊，又係咁巧揀呢個7年散嘅又係。冇錯，你而家擇偶條件係點樣先？我就唔會揀 long 啲啦，首先，即係佢起碼係 base 喺香港先啦。咁跟住，即係就算頭先講嗰啲，比如爸爸媽媽佢哋本身喺加拿大大嘅，不過而家翻嚟香港做嘢，嗰啲都驚驚地咯。睇下佢想唔想喺香港長居發展，但係嗰啲有影響力噶嘛，突然間咁阿媽 call 翻去，係啊，爸爸咁唔係好舒服咁樣，我要翻去啦咁樣。咁會慎重考慮，但係就唔會抹殺咗呢個可能性。不過有時好難講啊，佢遇到嗰個話真係好啊，又即係話又對自己好，又啱啊，又靚咁樣，有冇辦法吓？希望即係唔會啦。係冇錯。勝利歸言咁啊，做即係你係有一個，亦都係一個地產嘅 agency 啦。咁啊，忙唔忙咧？你份工其實？其實都忙嘅，因為本身你都要好努力去聯繫啲業主啦，同埋聯繫啲客戶。咁特別我覺得地產好勁嘅，無論係你幾多點咧，你好多地產鋪咧，係都係凌晨2點，入邊都係有時都會仲喺度開緊工，做緊嘢咁犀利嘅。咁 Marco 又好勤力啊，跟客跟得好。你係咪都係嗰啲嚟嘅？即係我就好少少，因為本身係專注喺商業嗰邊。咁通常就就算係私底下，可能啲老闆會凌晨會 message 你啦，但係自己即係公司就其實都會係有個時間閂門嘅時間咯。好啲，就如果租嗰啲咩住宅嗰啲就真係嗰啲，就會可能不夜天都有機會，相信。因為好似即係做自己嘢啊嘛。咁你都係固定嘅，翻工時間幾多點到咧？通常都係即係9至6啦，但係就唔會咁準時走嘅，通常7、8點。使唔使應酬嘅咧？應酬就視乎你同個客戶嘅關係啦。咁通常你都會可能會約下個客食飯啊咁樣咯。因為啲鋪王噶嘛，梗係有人好中意買嗰啲即係少嘅應酬都係。我自己就少嘅，但係都會有嘅。係啦，好。OK，咁啊，而家擇偶條件除咗唔好喺即係第度生活啦，咁啊香港人啦要一個真係喺香港住嘅，係咪要肯生仔？都係嘅，最好啦。如果唔係就不如結婚。好傳統，好好啊！但係呢個條件生幾多個先？一個好字啦，最好。哇 ，OK。其實好多女仔聽到好中意噶，即係你證明咗一樣嘢，你係。肯顧家啊，孭起頭家係啊，呢啲人啊嘛。啲女仔最驚就係男仔啊，唔結婚又話唔生仔，又話冇腳嘅雀仔咁樣，最驚呢啲啊嘛。咁如果即係唔結婚就唔需，即係唔生仔就唔需要結婚啦。調翻轉我會咁。呢個概念係咁嘅，好傳統喎，真係非常之傳統喎。咁咦，如果係咁嘅話，你搵女朋友年紀唔好得太大，2個。其實如果而家望翻轉頭啦，聽啲朋友仔咁講啦，其實女士最好可能後生啲，就會對於生育方面係有個比較好嘅優越條件咁樣嘅，冇錯，即係3字頭咁咯。係啦，或者再係啦，係咯，你今年幾多歲啊？你就踏到4字噶啦，啱啱40啫，未過埋生日，仲未過添，係啦，過埋生日就40，都係適婚年齡啦，適婚年齡咯。咁啊，所以係啦，所以第一啦就個年紀方面啦，同埋你又要最好就要肯生小朋友啦。但係以你交往而家呢個年代啲女仔，係咪都會好向往有自己小朋友咧？我見到有啲女士部分咧，其實佢就唔特別自己朋友啦，都唔使講話識嘅女士，特別朋友啦，其實有一部分都冇生小朋友嘅。係啊，多咗，直情講咗話唔生添嘛。佢哋就話睇定啲先咯， 2字頭都話唔生嘅。我哋dating 公司咧就有而家係多咗成功個案唔生小朋友，我都嚇親有啲，因為咧通常咧我哋咩年紀多啲嗰啲係？咩年紀都有，譬如有啲27、28歲喺度揾到，咁啊先生35、35、36咁樣啦。咁通常拜年會同佢講，哎呀今年咩啊？有小朋友咪即係順帶問下啦。咁你都結咗婚啦係咪？哎呀我哋唔諗住有啊，多咗。反而我哋因為我哋公司10年啊嘛。之前咧係真係好多都係結婚之後好快就生 BB 1個2個，跟住收。近呢10年係會有，係啦，多咗呢啲。咁但係近呢2年啦，即係疫情後啦，有啲時間啦，啲成功個案真係多咗，結婚都有嘅，但係話選擇唔要小朋友嘅人數就真係多啲。咁如果3字頭咧，譬如而家係30幾歲，可能會唔會又生小朋友意欲大啲咧？睇定啲先咯，同埋話如果係生好啲嘅，會好少少嘅。係啦，同埋話如果要生喺香港生嘅話，又真係要再諗諗。我又覺得，咦，
大家好似有個轉變啊個諗法。係咁啊 ，Marco 就要搵一個咧，即係啦，生小朋友啦嘅女朋友啦，肯跟住，但係就使唔使話即係佢自己有要自己嘅事業啊？定係唔需要啦？你要生小朋友都預咗養埋佢做，即係一結婚可能都做少奶噶啦。其實因為香港呢個經濟環境，我覺得最好都係供一份婆一份，即係我又未有去到咁強嘅能力，可以即刻全部100%照顧晒女方咯，係啊。咁但係佢可以輕鬆做嘅。輕鬆做係啦，即係我自己期望開頭大家事業上大家都即係可能差唔多啦，即係唔好話爭咁遠啦個差距係啦，咁就會舒服啲嘅。如果唔係就即係我覺得長貧難顧嘅都係啦。外表方面點咧？要啲外表正常啦，好似要靚女得噶啦，咁高質素。呢啲就撚喎，真係。有我覺得係 Marco 佢係好在乎嗰個第一眼望落去要好 sharp 嗰隻 feel，明唔明白？即係要第一眼望落去就咦好 sharp 咁樣，要好吸引到眼前一亮嘅感覺嗰隻嚟，搶眼嘅係啦，所以你要加油啦，即係要靚啦，簡單啲要靚啦，咁啊，使唔使又要咩高度啊咁咧？高度冇要求嘅，你應該係嘛？都冇乜特別嘅要求，冇乜特別，高矮都得嘅，OK，高度正常啦，正常啦。有冇咩興趣咧？咁譬如你平時，我自己其實就比較多興趣嘅，因為我本身啱啱就即係講緊過去2024年啦，都馬拉松完成咗嘅。咁另外之前喺2-3年前渡海泳都完成咗嘅，新世界嗰個。咁啱啱嗰年嘅未去到，但係啱啱嗰個新世界嘅單車嗰個都參加咗。唔記得咗32定40，哇！3樣都有晒喎，係啦係啦。同埋你成日行山，但係你冇玩鐵人賽，冇玩鐵人賽，反而係分開晒3樣。係啦，分開有玩過嘅。咁另外就比較中意滑雪咧。咁我啱啱隻腳都傷咗嘅，係啦。又去咗滑雪嘛？你啱啱係咯。咁即係如果要搵一個女朋友，咪可以就一齊去做運動會更加好咧？最好佢都會唔怕做運動啦，因為有啲好靚嘅女士佢就唔中意做運動噶嘛，真係唔中意做運動啊！真係跑步又腳粗係咪啊？冇錯，跟住又話最好就躺平最好噶啦，曬又曬黑又唔靚皮膚，冇錯，我就真係麻麻地。咁你有少少運動係 OK 嘅，係 OK 好，咁我唞唞先啦，最後翻嚟繼續傾下。噼哩啪啦開大喇叭。